这风台单月天气还阁真烧热，伫咧高雄高山的这天高咧本土病例群组的感染咧到达已经有8例啊。卫生局是表示讲，经过比对呢，这病毒是甲今年这越南所流行的是同款的，所以推测这波疫情呢有可能就是国外转来的民众去感染着，毋过煞无通报才会造成。即马市政府已经开超过50场的罚单。民众一个一个来到抽血站接受抽血采检，看卖是毋是有为着天高热。高雄高山2号出现头一个本土病例了后，各单拢总有8例。除了头一个是主动就医发现的，后续7例拢是靠代采检验出来的。因为个案社区4号连长查到423个积水器具，其中123个拢已经生水鼠。现在卫生局也将警戒范围扩大到高岩周边，拢总9个里。抽血已经是昨昨日就伫里长遐就有做啊，阮遮是无啦，有严重的迄个区域啊吼，有叫人去抽血啦。每天的房子那高温真的好多啊，都会啊，会惊看袂惊啊，所以你也看我拢那个椅拍啦、喷液啊，我马上时常家庭都有在用。卫生局表示，经过基因比对，这摆病毒甲今年越南流行的同款，研判可能是有民众伫国外为着毋知，转来台湾就安尼传出去。卫生局强调，头一礼拜是防治的重点期，当地网通生传点真正侪个严重，器具阳性率将近3成，已经开出超过50张的罚单。除了加强环境整理稽查以外，也来增加社区的采检站。根据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，阮会布置这个喷药啊，以及扩大采血，就是疫情调查佮扩大采血这个工作，嘛拜托。在地乡亲会当多多配合。卫生局表示，因为这摆验出来7例拢无明显的症头，加设抽血站嘛是为着会当伫第一时间来阻断疫情传出去，望民众会当配合接受抽检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